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推动慈善嘅太比堂係國家級實體，就向前講，簽發家下有100辦法度。就日本明治時期嘅文獻記錄，講太體有56公頃。不過現正山內春代人工建設有提高到嘅太比堂存到2公頃呢。有啲唔錯嘅政策帶來嘅外來物種太惡劣，唔單止是指到人生中嘅拍河歸難生存。歸島生活咪認真用氣唔拉死hết的。當地居民同環保團體注意到一個事情，現時太比堂露體做鋼化工廠，將將來恢復到28公頃的面積。硬體設備是得靠核，唔過種類型來引導嘅外來物種已經會產出唔切的，也係公部門同地方人士天初愛面對嘅難題。慈善的太比堂係華東中國最大嘅天然嘅湖，因為5個下公頃多，喺1950年代以前，慈善還係典型嘅五米之鄉。那時候你就拿一個那網子哈，有沒有一撈就超過1餐了。慈愛地啊，原來有利馬有蒙山，韓國有cái anh đâu mà cái ngay đủ đi đấy， 嘿，記得對，記得掠到弄全有。所以家裡沒菜的時候就去大波子撈就有。這半年人下啊，嘿，用了啊，也用掉的咱。現在睇火車頭賣嘅慈善飯包，地杯毛豬排雞腿，招牌就係對太比堂來嘅5個下工作為甜不辣。物資卡欠缺的時間，地杯都有豬肝、豆腐乾、個小豬肉，泡嗰啲地。韓國人都係用병沖落去，煎好咧打散，煎好咧煎連是切一片那樣嘅，泡個樣鋪啊落去，它就加一炸兩個，蝦炸個，安樣嘅那是。那個天婦羅有沒有？就是那個小蝦，嘿，那就是啊。現在就是人家有在講了，說看誰有辦法富裕，哈，那小蝦。喺日本時代到功夫以後，喺太比堂呢5個60的人，他又有30戶嘅人家。太比堂平常就有青島嘅竹排嘅。這個有竹排有酸呢，嘿，本人下去撩啊樣。喺南面鐵加起到2000歲一團嘢，用阿米粗嘅歌舞開創以後，太比堂第16屆唱竹排嘅比賽正式開始誒。在100年前池上人很多依賴大坡池為生。因為大坡池有很多魚、蝦、菱角，很多水生植物。然後先民呢都用竹筏划到這個水池中間呢去捕魚啊、撈蝦啦，所以說大坡池以前呢有很多的竹筏。那後來淤塞以後呢就很少了，所以在民國92年呢，我們就開始恢復這個傳統竹筏的這樣的一個活動，有辦那個竹筏比賽，已經到現在已經第16個年頭了。唱竹排比賽也係已經係慈善鄉青春有嘅經典活動，每一年都下青島嘅人氣觀光，人腳大有皮，地方產業就加以發展。我們台東這個地方因為沒有大的工廠，沒有什麼，我們當然就是以這個推動觀光為主。就希望呢有較多嘅人客來到呢慈善啦，然後所以呢，我們就盡量的用辦活動來吸引更多的好朋友們來到我們池上兩個所在，在地的一些小農啊、農特產品啊，還有一些我們精緻的手工藝品啊，希望呢都能夠透過辦活動，然後讓大家來認識我們池上。行銷方面，其實還是店家出來擺，還是可以讓大家都可以看到，因為會有在地人啊，會有觀光客。對，因為有些在地不一定知道說，其實街上有開了很多店這樣子，對，所以還是其實有幫助的。
今年盼到夏南闹热，又对台北、高雄、花莲、台中、落叶20位队伍抢下来比赛，其中有人抢起来参加高雄企业。我们已经参加，今年是第2年。哦，所以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对。今天滑多少？3分01秒。我刚刚有听人家说差一点就赢了，是谁说？自己觉得。不好意思说差一点就赢了。我们差那个去年总冠军没有差多久，我们紧咬在后。当年嘛，又对高雄安燕落叶有练过的，来比赛拿奖金，顺沙来老了的。我们今年是第4次来这里参加这个竹筏比赛。你们是拿了几届冠军了？我们拿了4次。所以你们是来 A 钱的吗？你看这里最有名的是池上米，所以我们每次来都会来用这里的奖金去买一些这里的米。为什么不要把钱带回去？促进这里的观光啊，对，来这里玩，这里东西又好吃，又风景又好。来到太比同창族牌嘅空氣好，又有獎嘅荷花睇順風，對外地來參加比賽嘅人看來又親寒又貼撇，冇想到一條荷花，實係當地人親難睇頭嘅。你看到呢，这个很大片的一个荷花，在早期的时候荷花很少，那呢我们就希望呢让这个景色更漂亮，所以我们就引进了一些外来的荷花来种植。哇，没想到它的繁殖很快，而且它是一下子就叮到那个土里面去，所以当我们发现它越来越多会去影响到我们生态的时候，我们想要稍微把它减少哦，但是呢，我们又不能用农药来毒它，对，所以我们就用人工来铲除，我们是希望哈，就是不要呢去影响到我们这里的这个生态啦。原來係92年向公所提辦창族牌比賽嘅時節，為了將太比同變個講地話，總係隨風勢嘅太陽連。冇想到人外來物種殺動遷遷為生，一下就同幾個比同好等。乡公所呢，就在大坡池呢这边种了荷花，只是呢，他们那时候种是种那种我们讲的那个短拱莲，好，那就是外来的，而不是原来大坡池原有的那个白荷。好，那这种呢外来的荷花，它就有一个扩展的领域，速度非常快。那我称这种都叫做强势外来种。每年嘅5月嚟到9月嚟係荷花開開嘅時節，有嘅時節嚟到太比同嘅人下，農會農會講農會安靜，三地也係在地環境生態嘅負擔。我告訴你，真的，所有的觀光客看到只要是花都是美。好，包括我們鄉親，講實在話，他偶爾來，他看到哇就是耶。可是我們還有很多的鄉親已經開始感受到，不是只有我，他們常常散步，看到這個荷花的那個霸性、擴展性的時候，就會說：哎呦，這下面要怎麼辦？大坡池的水會不見了，是不是會跟以前又淤塞了？19年來荷花都係產嘅有一發嘅咯，我哋對天燈看一下，除咗最近為了창族牌比賽請出來鋪貨以外，其他一來就上萬嘅荷花。我們早期種的時候是在東邊那裡而已，而且只有小區塊。可是呢，它是一個走徑，走徑完之後呢，再加上它的蓮蓬，種子下去，它的發芽率很高，因為它的塊數呢是從原來小小的，然後隔年呢是1倍，好，第2年1倍，然後第3年呢是2倍，第4年呢就4倍了。所以呢，在空照图里面呢，几乎是水域面积的1半都被荷花整个 hold 住了。把莲花圈养在一个固定的区域，那其他地方的话就要那个砍除掉，也就是说让游客也可以欣赏到莲花，但是不要让它面积太大，又影响整个大坡池的生态这样。荷花建產建多，直接就影響到原生的物種และ鳥嘅生存，同時太比同水底下生物嘛強強愛稀缺咧。其實紅蠟鳥呢，在大坡池就是一個原生的水生植物，而且它是一個很友善的，它對生態環境呢沒有很大的一個，然後再加上呢，它可以讓這些水鳥呢可以在裡面棲息。
所以它本身呢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优势。荷花它的叶子一出来之后呢，底下没有其他的植物生物，因为它把整个的光线都遮住了。光线遮住之后呢，其他的水生植物是没办法在那边生长。这个水质是优氧化，就是说里面的营养盐太多，缺氧，所以这个鱼就会它没有氧，不能呼吸，所以它要不断的往上跳。除咗荷花嘅問題，2011年嘅實地調查，喺太比同發現來下那多嘅外來物種產生嘅下那多嘅問題。巴拉草，它也是很快速進來啊，然後進到這邊來呢，它事實上就會影響到其他原來的物種，還有很多啦，包括那個大品，好，布袋蓮算是早期，但是已經治得了了。好，這是植物的部分，那魚類的部分更是可怕了。那個水族箱裡面養的那個吃青苔垃圾，我們講的垃圾魚，這麼小隻而已啊！我來放生啊，確實啊，在這裡可以那麼大隻，你很難想象哦。唔過上海太比塘嘅，除咗清理好嘅外來物種以外，還有地方政府為咗愛發展觀光，因提嘅做嘅硬體建設。20年前我剛剛講，它不是很多淤積嗎？那過去呢，它的設計想說把大坡池形塑成一個遊樂場。什麼自行車道啦、露營區、籃球場，結果那些東西它就堆了人工島。大坡池呢，他當時的思考就是要有硬體，做觀光嘛，所以呢就刻土，這邊堆置了2個我們俗稱的 A 島跟 B 島。大坡池就像一面鏡子那麼漂亮啊，沒事就拿了2個牛糞放在那邊，他很氣憤，你知道嗎？好啊，另外我們的鄉親就說。啊，這麼漂亮的，為什麼還要拿石頭砸自己的腳？就是形容這2個島。好，你來哦，因為今天天氣剛剛好，剛。用經濟發展為主嘅建設，確實成家當多來觀光嘅人，唔過災難嘛天天來嘅。讓鄉民感到很反彈的，就是我講的那個蜈蚣車。蜈蚣車照理講，它是屬於人家遊樂區裡頭的。不能夠上路的，可是它就赤拉拉的，在我們的路上，農用路上，它是可以 S 型的。那後來呢，就退出了，竟然到大坡池來，然後在停車場的空間，在那裡玩，1隊2隊在那邊互動，這變成他們家的遊樂區。可是我們普遍的鄉民是很反感的，就覺得是在消費地方。對啊，地方是被消費。為咗改變太比塘嘅現況，2000年有一群關心太比塘嘅人，共下成立嘅池塘研究協進會，對種樹嘅開始來救。公部門願意讓我們去認養的時候，我們第一件事情就是讓小朋友來種樹。那誰要帶他來？爸爸媽媽嘛，阿公阿嬤嘛。所以因為種1棵小樹，全家來參與，我們就用這樣的方式啊，真的很棒，所以就開始帶動了。帶動這樣子之後，就池上人開始關心了。好，水柳也開始種出來，真的是成蔭了。很快，公部門就知道種水柳了。10年過後，鄉公所就開始同協會共下提種樹嘅。唔過有啲政府部門撒狗唔會怪，用消化預算嘅方式睇太比塘順項種樹嘅，又在個上海環境。我們的鄉親開始進來，發現到啊，為什麼種了這邊莫名其妙的樹？然後我去問。鄉公所說，我們也不知道啊，這是中央種的啊，原來是水保局啊，就是為了消化預算嘛，種樹。我們知道種樹是好，問題是你要種對的樹在這裡啊，你種了一大堆不相干的樹，最後是什麼？死給你看嘛。那還有曾經呢，大坡池有一排很漂亮，都那麼粗的水柳，就眼睜睜的看了，為了施工方便，怪手就把那整排。建築員講，某某設物搶有唔錯嘅政策，喺地方人士記下擺同公部門溝通以後，2014年鄉公所就開始3萬去拆去業過去做嘅工廠。從成立社團開始認養，公部門也願意說好，那你們來試試看。所以我們也很感恩有公部門讓我們協助。然後大坡池它真的是用半條命，因為當時的產業需要，所以大量的土方把大坡池幾乎淹沒掉了，不見了大坡池，剩下不到2公頃的水域面積。到後來因為有工程進行開挖嘛，
很好啊，水域面积出来了。可是呢，这中间又有一些不当的、不适合的硬体在里面。后来发现到这硬体也真的不适合，我们又继续努力，跟公部门好观念 OK 了，因为不同的时空嘛。好，那我们再做简化工程。就在这条工厂，池潭燃料协进会嘛开始千3万的要将太比桶原生的物种拍好种过来。这是张校长他一直发起，因为他很关心大坡池的环境生态，也是我们协会里面的人，所以呢就找回来就开始种。可是他很辛苦，因为他毕竟就是比较温驯一点。那我们一般讲的那种荷花呢，它就太大了，所以我们前面就可以看到，我们很认真种的白荷，虽然已经还是有在开花，但是那个大公莲呢，就一直在抢，而且那势力范围非常的大。建筑研究，杰出的人对环境了解特色，听政策有条件，故所青岛好意等到有害。硬体的建设做得国泰，唔过面对外来物种引入来，一无适宜就必上限呀。今年希望透过教育，为下那多人了解太比桶，慢慢地恢复太比桶原来的样诶。希望将太比桶打造成青岛的物种，弄做得第二十笔故事的生态公园。